以飞虎将军三浦茂丰的故事作为创作发想，日本人菅野茂为将飞虎将军的事迹推广出去。经过多年的故事以及同伴创作，小说展示将会正式出版，甲大家见面。2013年第一次来过这里，我的那个学生介绍，飞虎将军庙，飞虎将军庙，很厉害，自己的那个自行车前路许多很多人，所以我表示敬意。以后我要写努力的自己写小说，希望这个小说大家能够阅读。飞虎将军庙一直以来拢甲日本有着深切因缘，真侪日本人来到台南旅游时，一定拢会前来参拜第一。飞虎将军庙的前主委吴正迪表示，展翅小说已经完成出版，未来也希望将这个故事拍成电影。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尤其来到台南，几乎拢会来到这拜拜。所以讲，伫日本非常有知名度啦。这届拄关的这边伊希望讲将伊的故事呢来拍做电影。所以讲这小传要发行。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的这个关安庆国小呢下校有100本。安庆国小呢，因为住伫电缆堂边仔这搭，所以讲伊的故事啦，伊的精神内底足侪物件的拟定是按下校内底学生在做教材。展示的作者菅野茂，除捐赠200本小说予庙方作为参拜信众的纪念品，嘛捐出100本予安庆国小作为教材，希望会当为小朋友拓展无同的视野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